五下二冊21世紀現代中文第11課背影第一段與父親已有2年多沒見面了。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。第二段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我從北京回家奔喪，喪事完畢，父親要到南京找工作，我也要回到北京念書，我們便同行，第三段到南京時，父親因為事忙，本已說定不送我，但他終於不放心，決定還是送我上火車，第四段上了火車，他給我揀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，分號，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裏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，第五段我說道：爸爸，你走吧，他往車外看了看，說：我買幾個橘子去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，我望向那邊月台，山欄外，有幾個賣東西的在等着顧客，走到那邊月台，須穿過鐵道，須跳下去又爬上去，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，我說我去買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，第六段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馬褂，
深青布棉袍，逗號，滿山地走到鐵道邊，逗號，慢慢探身下去，逗號，尚不大難，句號，可是他穿過鐵道，逗號，要爬上那邊月台，逗號，就不容易了，句號，他用兩手攀着上面，逗號，兩腳再向上縮，分號，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逗號，顯出努力的樣子，句號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逗號，眼淚很快地流下來了，句號，我趕緊拭乾了淚，逗號，怕他看見，逗號，也怕別人看見，句號。第七段，當我再向外看時，逗號，他已抱了朱紅的骨子往回走了，句號，過鐵道時，逗號，他先將骨子散放在地上，逗號，自己慢慢爬下，逗號，再抱起骨子走，句號，到這邊時，逗號，我趕緊去攙扶他，句號，他和我走到車上，逗號，將骨子放在我的皮大衣上，逗號，然後撲撲衣服上的泥土，逗號，心裡很輕鬆似的，逗號，過一會說，冒號開引號，我走了，逗號，你到了那邊，逗號，記得給我來信，感嘆號閂引號，我看着他走出去，句號，他走了幾步，逗號，回過頭看見我，逗號，說，冒號開引號，進去吧，句號閂引號，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群裡，逗號，再找不着了，逗號，我才進車廂內坐下，逗號，我的眼淚又來了，句號。第八段，我回北京後，逗號，收到了父親寫的一封信，逗號，信中說道，冒號開引號，我身體平安，逗號，只是膀子疼痛厲害，逗號，拿筷子提筆，逗號，
諸多不便，逗號，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，句號山引號。我讀到此處，逗號，在晶瑩的淚光中，逗號，又看見那肥胖的頓號身穿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，句號，唉！感嘆號，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，感嘆號。應讀字詞：奔喪、警醒、山難、費事、馬褂、棉袍、叔、撲撲、傍子、諸多、大去之期。運用字詞：背影、滿山、視江、散放、參乎、晶瑩、淚光。